虔诚听众，拄则甲咱各位所讲解的六祖坛经，就是解说甲正文第26页，就是解说甲正文第26页。对头算倒来，就是解说甲第10节。对头算倒来，就是解说甲第10节，就是解说甲开口辩说他人是非中断荒恶，以道为本。即马应该就是要来说的解说下面，若着心着情，即种道也。这就是对于这大段的总结论。因为在前面六祖慧能大师就讲：此文作禅嘛，原不着心，亦不着情。所以在这个所在就讲，假若若是着心，或者是着情，安尼呢就是正道。但是敦煌本呢是写讲若看心看情，即正道也。那这个看，就是用个智慧来去甲伊看。这看呢，并不是用目睭看的意思。心本来就是希望的物件，也你甲伊当作讲是有的物件，要来去甲收，要来去甲关照。也咱心性本来是清净的，你呢要搁再起一个心，要来去清净自性，安尼呢就是障碍了佛道。就是互你这个所着的、所看的，来甲你障碍。对于这个若着心着情，即种道也。我在这个所在啊，我再摕一个真正简单的比例起来说明。咱切迄个玻璃，咱莫讲什么酸石子、珍珠，莫讲遐，干那讲玻璃。一块玻璃要来甲切回清去，这是真无简单。也迄块玻璃，假定讲本来就是一个真正清气的玻璃。你假定讲摕迄个布来甲切，也迄块布呢，若毋是比迄块玻璃较清气啊，安尼迄块布甲切落甲地啊，玻璃变做垃圾。本来就是一个真清气的玻璃，本来你就免甲切的。啊！你搁摕一个布去甲切，害啦，切一个面顶所卡一顶垃圾。在前面所讲的情呢，本来无形象，也结果呢，你来起心着情啊，就生这个情梦。意思呢，就是甲这共款。所以修禅的功夫最重要啦，就是讲你心毋通分别，心毋通去执着，在任何所在无去妄念分别，在任何所在无执着，安尼呢，会当好运用你的智慧来自己修行，运用智慧来去教化众生。所以呢，将迄个无着无碍所在，就会当好发挥了自性智慧妙用。即马讲到这段呢，就是属于说明坐禅的用心。在坐禅用心这个时阵呢，袂使你着心，袂使你着情，因为着心着情呢，就变成障碍了佛道。刷来解说的第2段，思是众人善知识，好名坐禅。此法文中无障无碍，唯以一切善恶境界，心念不起，名为坐。内见自性不动，名为禅。善知识，好名禅定。外理想为禅，内不乱为定。外欲着相，内心即乱。
月若离上，心则不乱。本性自静自定，只为见境思境则乱。若见自境，心不乱者，是真定也。善知识，月离上则禅，内不乱则定。月禅内定，是为禅定。菩萨戒经以我本性原自清净，善知识以念念中自见本性清净，自修自行自成佛道。即嘛就是要来解说一段师四种因。这个师呢，就是伫咧记录做慧能大师。四种就是开示大众。就是讲，六祖慧能大师开示大众就安尼讲啦，讲善知识啦，好名做禅。讲善知识啦，啥物名佫做讲做坐禅呢？意思就是讲坐禅的意义是啥物啊？对坐禅的意义，在这个所在，六祖慧能大师甲咱讲起真正简单的明了。讲此法门中呢，无障无碍。讲咱这个法门，伫遮所讲这个法门呢，就是伫指六祖顿教的禅宗法门。讲在这个法门中啊，是无障无碍。无障，障就是业障；碍呢，就是跨界或者是讲阻碍。就是要来修这个坐禅的法门，应该呢就是爱有迄款的无障无碍的功夫。一有障碍呢，那就毋是坐禅。但是咱众生因为有分别妄念，所以咱众生的心呢，可以讲是处处都障碍，无一个时阵无障碍。要安怎样才是无障无碍呢？在下面就用咱生活现实事实来说明，互人去体会，互人去熟悉。讲月以一切善恶境界，心念不起名为足；内见自性不动，名为禅。讲在这个外面讲起来，以一切善恶境界，就是讲对于所有的善恶的境界，心念不起。这呢，名叫做讲做坐啦。这个坐就是讲坐伫迄个所在，无震动，也无起心念，就是无震动咯。安尼心呢，就是坐在迄个所在。这呢，就名叫做讲做坐啦。所以才讲做对于这个外一切善恶的境界，拢无起心念，安尼就名叫做讲做坐。所以这个坐到底是坐在什么所在呢？坐在诸法空的迄个所在，外面是有境界的，而且呢，境界有好有歹。对于好歹境界，心念不起，未起心念，就是讲未去甲伊分别，未去甲伊分别，到底是善，到底是恶，也就是前面所讲的是非善恶各犯，或者是是非中断好恶等等。对这个呢，拢无去甲伊去分别。那么这呢，就是坐，就是讲心会当好安坐在迄个不动的所在，安坐在迄个无分别迄个所在。那这就是所谓坐禅的坐。讲内见自性不动名为禅。讲在这个内啦，会当好来
见到迄个自性不动，也可以讲对内呢，会当好见到不动的自性。那这呢就名叫做讲做禅。要如何会当好来见到不动的自性呢？这个见，并毋是讲用咱目睭去甲伊看，这是用个智慧去甲伊看。所以内见自性不动，也会使你甲伊讲对内讲起来，用个智慧呢来去甲伊关照自性，用个智慧呢来去甲伊照料自性。那这就是叫做内见自性不动，这名叫做讲做禅。为一切善恶境界心念不起，名叫做讲做。这呢就是会当好止息迄个妄念。但在这个止息妄念了呢，并毋是讲外面无看到善恶的境界，心就变成亲像石头、像插头拢无叮当，毋是安尼。乃是在内面呢，爱去见迄个不动的自性。就是讲外面善恶境界分别妄念无了，摕起智慧，爱来去照料自性，这就是坐禅所以这个坐禅并毋是讲你坐在蒲团顶，骹呢甲伊吊起来，也心肝底拢无想东想西，安尼就叫做讲做坐禅，毋是这个意思。可能讲你虽然是讲骹盘起来，身躯无咧震动，但是坐伫遐内心在打妄想，那更加毋是坐禅啦。会使你讲你是坐伫遐伫咧打妄想而已。唱书是讲你无打妄想，但是呢，变成一种孤注。孤注就是讲像迄个树打起啦，袂发影。就是讲心呢，敢像这个火虎共款。心呢，敢像石头、像插头拢无震动，这呢完全也是不对。所以坐禅一方面远离了世间是非善恶的境界，也就是讲，无在世间的种种的分别境界上面去妄念分别，就是远离了妄想。远离妄想了后呢，还搁再提起一段智慧光明来去照料自性。这什么方法？咱过去啦，或者是参公案啦。那这个公案，只个算讲较长期，搁再较真正的，毋是参公案。凡是祖师问你一句话，你伫迄个所在会当好来一念回光返照，会当好了悟。那迄个所在呢？就是已经来得到什么开悟，这就是弘忍大师所讲言下是悟，在讲迄句话随时会当来体悟，迄就是较上紧离地咯。到以后无法度讲言下马上开悟，那就只好用个祖师过去所有公案来去甲参。变哪参呢？当然你要参。必须把迄个纷飞的妄想来去甲伊止息，就是对外面一切境界心念不起，然后呢，才提起你的智慧来去参你要爱参的公案。要爱参的公案真正济啦，敢若在撇言录内底就有真正济公案伫迄个所在。到近代呢，就毋是参公案。到近代变成讲参念佛才是谁？坐禅坐伫迄个所在，先念南无阿弥陀佛，或者是念本师释迦牟尼佛，或者是念观世音菩萨，拢可以这个念佛一念呢，这只是一种的方便，就是讲要互你会当来回光返照的一种的方便而已。所以只要你是念圣号，念倒一尊佛的圣号呢，这拢是可以，拢无家己苛刻。但是念了呢，你必须爱回光返照，讲到底是啥物人伫咧念佛啦？
当然会念佛的迄个功能的本体，就是遮所讲的不动的自性。所以你将迄个心回转倒转来找迄个会念佛迄个人，也就是遮所讲的内见自性不动，就是讲对内面去回光返照，来去看迄个不动的自性，安尼就叫做参禅啦。咱现在是用这个方法。用这个方法，祖师呢有伊的用意，就是讲过去是参公案，毋过参公案参咧呢变成有迄个梦想，都不如用念佛。比如讲参公案，参讲狗有佛性啊无啊？你毋去参迄个狗到底有佛性啊无？所以就呢转对梦想去讲啊，我看到即只乌狗，看到即只灰仔狗。看只什物狗，哇，是偌大只都安怎？害啦！你即摆为着要参狗有佛性啊无咧，所打梦想打对所有的狗的所在去，也哪呢呢？一支香落来，你只是为着迄只狗伫咧打梦想，根本呢无法度参，无法度上功夫。或者是教你参讲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，即摆参来参去，我打梦想打到对去，安尼呢变成讲功夫未成就，搁来了真正侪时间。所以到甲近代祖师，尤其是迄份老的想啊，伊就提倡参念佛才是水。啊，咱样讲呢？就是讲你先念佛啊，将你的纷飞的妄念来甲伊停止，就是讲你心肝底啊有真正侪这杂事梦想啊，因为念佛呢会当甲你静落来，静落来了后呢，你就提起一段智慧光明来回光返照，讲到底谁伫咧念佛啦？假如讲你无法度去参究，但是呢，念佛嘛有功德啊。总别参讲你参究的功夫无，所去打梦想。伫咧想伫白狗啦、灰仔狗一大堆狗，安尼啊，就是啊，咱现在是祖师对咱参禅的教法的方便，教咱在念佛中来去参禅。伫遮慧能大师甲咱讲起真正清楚，我对于所有的善恶的境界心念不起，这呢就名叫做讲做做啦。内见自性不动呢，这名叫做讲做禅。下面善知识，好名禅定，外理想为禅，内不乱为定。讲善知识啦，啥物名叫做讲做禅定啊？在前面是伫讲坐禅，即摆呢，我要解说禅定，讲啥物是叫做禅定。讲这个禅定呢，是外面呢理想，这叫做讲做禅。外面理想就是讲对外呢，会当好远离了外面的这种种的差别相，安尼名叫做讲做禅啦。内呢不乱为定，讲在内面啊，心呢不动乱，心不散乱，这呢就名叫做讲做定。但对于这个外理上为禅的这个理啊，咱呢毋通去误会去。所以叫做讲做理是安怎样的理？无分别，名叫做讲做理。这个理呢，并毋是讲咱甲迄个物件来甲伊脱离的意思。假如讲你甲迄个物件来脱离，你若是无从根本的分别心来去甲伊解决的。你脱离迄项境界，别个境界共款过来。你无着迄个境界，你原在搁着别个境界。会记得过去呢，我也常常有提一个因缘啦，来做一个功夫说明的参考。那就是讲过去呢，有一个在家学佛的人，伊自信讲哇，伊的修行功夫袂歹，但是因为讲哎呀。伫世俗的家庭嘛，比如讲住伫都市中来往的车辆，
真正济啦，外面真吵啦，厝里有囝有孙嘛是真吵，安尼袂当专心用功。结果呢，就走去山顶去住在一个茅棚的所在。照讲住茅棚的所在是真好用功咯，但是呢，去无几个月，佫走倒转来。为什么走倒转来呢？讲哎呀，山顶啊，一寡遐鸟啊，吱吱啾啾，吱甲安尼甲吵甲要害去。你也想看觅？伊即个人就是讲，因为在都市中车声会吵，人的声会吵，要远离啦，就是讲要甲即个物件要甲伊脱离。脱离结果呢，走到山顶去。但山顶去虽然是无有车的声，无人的声，毋过呢，山顶有鸟仔声。结果呢，伊又是佫去互迄鸟仔声捉到伊的心。结果呢，嘛是心袂当好静。所以，假如你若是无从根本的迄个心的无分别去甲伊解决，你远离着即个外境，你走到倒位天边海角都无采共。你去到倒位呢，都是共款啦。我那是受到外境的干扰。不过呢，你另外换一个环境了，迄个环境的干扰，甲你本来迄个环境的干扰，可能是有所不同而已啦。就像我拄则所讲即个例，迄个技师伫因厝里会甲伊吵着迄个环境，甲伫山顶会吵着伊个功夫的环境不同。厝里是车的声、人的声，山顶变成鸟仔声。所以你米甲天边海角，我那是共款，我那是无法度好来理想。所以，即个外的理想应该就是讲，对外面的境界，心无去甲伊分别。在无甲伊分别迄个所在呢，就是得到迄个理的功夫。所以太大师呢，有一个讲做超出世间。讲即个超出世间，到底是超出气世间啊，或者是有情世间？太大师的回答就是讲，超出有情世间，毋是叫做超出气世间。咱伫咧讲解脱，伫咧解脱，若是咱的想法，就是讲我现在是在即个三无世界，在即个三界内，所以我呢，就爱远离即个三界，跳出即个三界了，我才算讲是解脱啦。但是你心若是无解脱，像是讲你跳出三界去到西方极乐世界，你共款嘛是袂当得到解脱啦。若呢，你三者是真解脱的，就是讲你心的无分别所以名叫做讲做超出有情世间。这个有情世间就是咱的妄心的分别。你超出这个妄心分别，你会当超出妄心分别。虽然是讲咱在这个世间中，伊也是共款，就是解脱。就是讲，你在迄个真正复杂的环境中，只要你心会当不着，你心会当解脱，迄个所在就是解脱。咱从安尼就可以了解，咱学去修行应该怎样去修。学去修行，并毋是讲即个环境真差啦，我来去找一个较静的环境来去修到修行。这个只是一个真正天真的想法。假如讲你心无从根本去解决，你心呢无从根本的迄个妄念去甲伊消除，你去到倒位，你共款袂安心；去到倒位呢，共款无法度修行。所以伫遮所讲的我理想为禅，即个理的远离啦，咱毋通甲伊当作讲甲伊撇开去。我搬来去山的斗底，无人到遐，安尼我就是叫做远离外面的环境啦。遐都足静的，遐我就会当修行。那即款的想法，这完全错误。所以叫做讲理想，乃是不着相的意思。对外面的相，你无甲伊着，这名叫做讲做禅。因为你无着迄个所在，你才会当好来用功夫啊。那你外面若是不着，当然呢，内心也就不乱啦。内心不乱的迄个所在，内心就定嘛。伫遮所讲这个定，也就是一种不动的意思。外面袂互环境甲你左右，当然你这个内心呢，就会当得到安静不动。一边讲外欲着相内心则乱。
月若离上，心则不乱，本性自静自定。讲外呢，若是着相，内心则乱。这当然咯，你假如讲目睭闭紧，耳孔甲伊拍开，就是看着、听着。也眼耳鼻舌身的五根对着外面色声香味触的五尘的境界，只要你去接触着，你就随时会着。在你起分别迄所在，心就着伫遐。要哪呢？你的内心啊，就非常的散乱。所以叫做讲月若着相啊，内心则乱。这个月若着相，内心则乱啊。我在这个所在呢，来提出一个互咱真容易了解的比例起来说明。比如讲，咱来去百货公司，要来去买物件。即摆物件呢，同一项物件呢，也有真正侪不同的产品。价钱较贵的，价钱较便宜的，形体不同的等等。咱莫讲啥，敢若讲，咱要去买一台收音机，录音收音机就好啦。这是比例啦。你怎去百货公司去甲迄个卖即个电器品的部分，你要去买一台录音收音机，但是呢，内底所摆呢有真正侪牌子，有真正侪形体。你怎都该看过来，即台嘛袂歹啊，看过去迄台也袂歹啊。尤其是推销员甲你推销，哇，甲你讲甲天花乱坠，大害啦！迄当阵你心所乱去啊！我到底毋知应该来买倒一台才好。即台嘛，虽然是讲较少钱，但是看了呢较无理想。迄台呢看了较介意，毋过较侪钱。即台呢看起来敢若机器要操作呢较简单，迄台呢要用过较歹用。那么几落10台机器摆你面头前，迄当阵呢，你伫遐咧看，变成你对每一台机器拢伫遐家着，因为你拢起分别，在着迄个所在着来着去呢，心所乱起来，但到底毋知要买一台好，但害啊！凡说呢，你去看看的说，毋知要哪买，说去走路倒来无买，或者是互你心乱起的时阵呢，店门咧推销讲倒一台好啦，你买一台哇，因为你家己乱嘛，袂做主啊。所以本来你在要处理迄当阵，你有一个你的理想啊，我在我心目中，我应当要买一台啥物款的，我介意用的，我认为讲有需要的这个录音收音机。即摆去到咧所在，一个心乱去，你本来要买倒一种所袂记了，随随便便甲买一台转来。这就是啊，月若着相，内心则乱，一个互咱容易了解迄个事实。所以呢，必须外面无着相，内心呢才袂乱。所以外面内当好理想是禅啦，内心自然不乱，就变成定。这就是六祖慧能大师所甲咱解说禅定的意义。最近先听讲，咱今节目时间已经到，所以我甲咱各位所讲解六祖坛经，就讲到这个所在。感谢最收听，祝诸位法喜充满。